有冇圈口細嘅姊妹未揾到靚手鐲啊？54以下嘅圈口有合適嘅就要睇完呢條視頻啦，因為全部都係細圈口嘅高貨嚟噶。呢條係冰透嘅春彩手鐲，種水已經到咗羅冰種啦，自然光下可以清晰見到肉質細膩，散發住鮮豔嘅紫色同綠色。呢條係冰透嘅藍紫莫奈花園，極具視覺衝擊力嘅藍紫色彩搭配。冰飄花一直都係姊妹嘅最愛，呢條情緒冰飄花特色更加鮮明，成條手鐲都冰透水潤，飄花更加係靈動鮮活。呢條係冰飄花手鐲嚟㗎，雖然飄花小而靈動，但係品質種水係一啲都唔輸蝕，而且無紋無裂，係不可多得嘅精品嚟㗎。靚就夠靚啦，但係好多姊妹都戴唔到，幾可惜㗎。如果有中意又啱戴嘅話，一定要話我知啊！評論區留言，我影自然光俾你哋睇。